頭先啱啱工人幫你檢查咗啦，唉，最都係怪我啦，我幫你翻身，搞到壓住個傷口，而家有藥瘡啦。雖然醫院俾咗塊銀離子敷料我哋，但之後都要自己去買。幾錢啊？啲傷口？哇，350蚊先得個5塊，仲有冇事啊350蚊先得2塊，咁一個月幾多3個鐘都唔夠。終於整到啦！耶！耶！等下！呢塊敷料幫到你哋。哇！咩嚟㗎？我哋發明咗 Herbert 成功利用連翹、荊芥以及丁香等等嘅草本成分，製作低成本殺菌劑，作為傷口敷料嘅主要成分。老人以及行動不便患者容易因長期固定姿勢而導致受壓，而引發褥瘡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我哋從網上嘅草本空氣殺菌劑獲取靈感，佢成分包括連翹油、荊芥油以及丁香油，聲稱有效防腐多種嘅病毒病菌。於是，我哋以中藥連翹、荊芥以及丁香代替銀離子。首先，我哋嘅實驗步驟分為3步。第一，我哋會以1億多乳酸菌作為菌株，以聚離稀釋法準備好唔同濃度嘅乳酸菌溶液。第二步，我哋分別利用咗3種溫度嘅蒸餾水，提取咗荊芥、連翹、丁香，分別為25度、60度同100度。我哋亦都利用咗3種中藥嘅粉末，提取2 gram， 加入100ml 嘅蒸餾水，去製作中藥溶液。第三步，我哋利用咗培養皿，用 autopipette 將100ml嘅益生菌溶液加到培養皿中間，再用塗抹棒將益生菌溶液平均地塗抹喺培養皿上面。喺實驗入邊，我哋會將所有嘅培養皿放喺37度嘅電爐入邊，2日後觀察結果並數存 CFU， 再加入其他嘅中藥溶液，觀察中藥溶液嘅殺菌效果。根據上述研究，我哋可以得出荊芥、丁香、連翹最佳嘅比例係2:2:1，而根據上圖，我哋可以知道組合5同組合7嘅殺菌率同硝酸銀相若，由此可見組合5同組合7嘅殺菌效率係最好嘅。我哋都計算咗今次產品所需要用嘅費用，根據上圖，我哋可以知道每100ml嘅中藥液只需要2毫子，而我哋喺淘寶度揾到嘅0.5% 硝酸銀溶液每100ml係約莫50蚊。由此可見，Herbert 嘅主要成分係低於硝酸銀100倍，可以大大降低成本，令基層患者受惠。Herbert 製作成本低，可以大量生產，令更多嘅基層患者受惠。喺針對傷口殺菌嘅消毒敷料，暫時就只有銀離子敷料，可見病患冇其他選擇。而 Herbert 就喺呢一方面好好咁提供咗幫助。Herbert 嘅性價比咁高，而且仲係採用天然嘅藥材整成，你唔係唔買啊嘛？